用手机程式叫做大声朗读的 APP， 有个大喇叭图案的，要来录制经典。这个萤幕显示的字已经调大了，还有萤幕关机变暗的时间、休眠时间已经从1分钟调整为30分钟了。要从那个6个点的手机下方那个6个点的图案设定，进去找设定，好像不是那个图案，要去找到设定，然后找显示卡那个显示，萤幕显示那个2个字显示，再去找到休眠状态那个休眠，然后把时间把那个设定从1分钟改为30分钟，然后现在已经打开大声朗读的手机程式 APP 了。本来录的是《三国志》的，已经录了曹操的那个魏武帝本纪了，也都有看过。对，陈寿《三国志》嘛，陈寿对曹操的评价了，现在要改成录那个四书五经嘛，改录那个比较重要的经典了。从资料夹这边开启，要找那个记事本的 TXT PDF 也可以呢。网络上有发现那个《古文观止》1000多页的PDF 档。现在是找这个记事本的。有广告就是一个缺点了，请原谅一下，请择其善者从之，其不善者改之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请择其善者从之，其不善者改之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。治之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可以按暂停。那个萤幕下方的广告实在有的不适合，但是这个程式 APP 是免费的，所以会有广告版，会有广告。如果要去掉广告，没有广告的，那就要升级，要付费哦。所以请原谅一下，择其善者从之吧，其不善者改之吧。师无邪吧，何处非南海啊？至于道啊，吾家即西天啊。把它移动到最前面，再重新开始录，按2下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。治之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子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事皆以修身为本。
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谓之有也。康告曰：克明德。大甲曰：故是天之明命。地点曰：克明俊德，皆自明也。汤之盘名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康告曰：作新民。诗曰：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诗云：邦畿千里，为民所指。诗云：民蛮黄鸟，止于秋鱼。子曰：予止，知其所指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诗云：穆穆文王，于季奚敬止。为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诗云：瞻彼其奥，虑逐一一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色兮宪兮，赫兮宣兮。有匪君子，终不可宣兮。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；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色兮宪兮者，循吏也；赫兮宣兮者，威仪也。有匪君子，终不可宣兮者，道圣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诗云：鱼戏，前王不忘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事不忘也。莫是。子曰：听讼，无由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无情者不得尽其辞。大为民治，子谓之本。子谓之本，子谓之知治也。所谓诚其意者，无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小人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掩其不善而遮其善，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？子谓成于中，行于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曾子曰：食目所视，食手所指，其言乎？腹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。故君子必诚其意。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愤志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有患，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子谓修身在正其心。所谓其家在修其身者，人知其所亲爱而辟焉，知其所见恶而辟焉，知其所未敬而辟焉，知其所哀矜而辟焉，知其所熬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先矣。故谚有之曰：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。子谓身不修，不可以齐其家。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，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，而成教于国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悌者，所以事长也；慈者，所以使众也。康告曰：如保赤子，心诚求之，虽不忠，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一家人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利，一国作乱。其机如此。子谓一言愤世，一人定国。尧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纣率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，而后求诸人；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术，而能御诸人者，谓之有也。故治国在其家。诗云：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：宜兄宜弟，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：其仪不特，正是四国。其为父子兄弟族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子谓治国在其家。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，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备。是以君子有节举之道也。所恶于上，无以始下；所恶于下，无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
不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不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不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不以交于右。此之谓节举之道。诗云：乐止君子，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。此之谓民之父母。诗云：解彼南山，为石岩岩。赫赫诗隐，民聚而瞻。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则为天下路矣。诗云：殷之谓丧师，克配上帝。夷坚于殷，俊命不义。道德重，则得国；失重，则失国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外本内末，争民失夺。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备而出者，亦备而入；或备而入者，亦备而出。康告曰：为命不于常，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楚书曰：楚国无以为宝，为善以为宝。就范曰：王人无以为宝，人亲以为宝。秦氏曰：若有一个臣，断断兮，无他计，其心修修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计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厌胜，其心好之。不赤若自其口出，实能容之。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？人之有计，貌极以恶之；人之厌胜，而为之必不通，实不能容。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哉？为人人放流之，迸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。此谓为人人为能爱人，能恶人。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夫人之性，灾必待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交泰以失之。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急，用之者疏，则财恒足矣。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人，而下不好义者也；未有好义，其事不忠者也；未有府库财，非其财者也。孟献子曰：畜马乘，不察于鸡豚；伐兵之家，不畜牛羊；百乘之家，不畜聚练之臣。与其有聚练之臣，宁有道臣？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常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，小人之始为国家，灾害并至，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。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重读目前的文件。一、大学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。治之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事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谓之有也。康告曰：克明德。大甲曰：故是天之明命。地点曰：克明俊德，皆自明也。汤之盘铭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康告曰：作新民。诗曰：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诗云：邦畿千里，为民所指。诗云：民蛮黄鸟，止于秋鱼。子曰：予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诗云：穆穆文王，于既西进止。
为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诗云：瞻彼其奥，虑逐一一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色兮宪兮，赫兮宣兮。有匪君子，终不可宣兮。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；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色兮宪兮者，循吏也；赫兮宣兮者，威仪也。有匪君子，终不可宣兮者，道圣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诗云：鱼戏，前王不忘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事不忘也。子曰：听讼，无由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无情者不得尽其辞。大为民治，子谓之本。子谓之本，子谓之知治也。所谓诚其意者，无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小人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掩其不善而遮其善，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？子谓成于中，行于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曾子曰：食木所视，食手所指，其言乎？腹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。故君子必诚其意。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愤志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有患，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子谓修身在正其心。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，人知其所亲爱而辟焉，知其所见恶而辟焉，知其所未敬而辟焉，知其所哀矜而辟焉，知其所熬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先矣。故谚有之曰：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。子谓身不修，不可以齐其家。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，而成教于国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悌者，所以事长也；子者，所以使众也。康告曰：如保赤子，心诚求之，虽不忠，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一家人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利，一国作乱。其机如此。子谓一言愤世，一人定国。尧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纣率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，而后求诸人；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术，而能御诸人者，谓之有也。故治国在齐其家。诗云：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：宜兄宜弟，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：其仪不特，正是四国。其为父子兄弟族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子谓治国在齐其家。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，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帝，上恤孤而民不备。是以君子有节举之道也。所恶于上，不以始下；所恶于下，不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不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不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不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不以交于右。此之谓节举之道。诗云：乐止君子，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。此之谓民之父母。诗云：解彼南山，为石岩岩。赫赫诗隐，民聚而瞻。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则为天下路矣。诗云：殷之谓丧失，克配上帝。夷坚于殷，俊命不义。道德重，则得国；失重，则失国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
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外本内末，争民失夺。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备而出者，亦备而入；或备而入者，亦备而出。康告曰：唯命不于常，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楚书曰：楚国无以为宝，为善以为宝。就范曰：亡人无以为宝，人亲以为宝。秦氏曰：若有一个臣，断断兮，无他计，其心修修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计，若己有之。人之厌胜，其心好之。不赤若自其口出，实能容之。彼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上亦有利哉？人之有计，貌极以恶之；人之厌胜，而为之必不通，实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哉？为人人放流之，迸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。此谓为人人为能爱人，能恶人。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夫人之性，灾必待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交泰以失之。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急，用之者疏，则财恒足矣。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人，而下不好义者也；未有好义，其事不忠者也；未有府库财，非其财者也。孟献子曰：畜马乘，不察于鸡豚；伐兵之家，不畜牛羊；百乘之家，不畜聚练之臣。与其有聚练之臣，宁有道臣？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常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，小人之始为国家，灾害并至，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。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重读目前的文件。一、大学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。治之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事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谓之有也。康告曰：克明德。大甲曰：故是天之明命。地点曰：克明俊德，皆自明也。汤之盘名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康告曰：作新民。诗曰：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诗云：邦畿千里，为民所指。诗云：民蛮黄鸟，止于秋鱼。子曰：予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诗云：穆穆文王，于季西敬止。为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诗云：瞻彼其奥，虑逐一一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色兮宪兮，赫兮宣兮。有匪君子，终不可宣兮。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；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色兮宪兮者，循吏也；赫兮宣兮者，威仪也。有匪君子，终不可宣兮者，道圣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诗云：鱼戏，前王不忘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事不忘也。
子曰：听讼，无由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无情者不得尽其辞。大为民治，子谓之本。子谓之本，子谓之治也。所谓诚其意者，无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小人咸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掩其不善而遮其善，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？子谓诚于中，行于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曾子曰：食木所视，食手所指，其言乎？腹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。故君子必诚其意。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愤志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有患，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子谓修身在正其心。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，人知其所亲爱而辟焉，知其所见恶而辟焉，知其所未敬而辟焉，知其所哀矜而辟焉，知其所熬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先矣。故谚有之曰：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。子谓身不修，不可以齐其家。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，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，而成教于国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悌者，所以事长也；慈者，所以使众也。康告曰：如保赤子，心诚求之，虽不忠，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一家人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利，一国作乱。其机如此。子谓一言愤世，一人定国。尧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纣率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，而后求诸人；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术，而能御诸人者，谓之有也。故治国在齐其家。诗云：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：宜兄宜弟，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：其仪不特，正是四国。其为父子兄弟族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子谓治国在齐其家。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，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备。是以君子有节举之道也。所恶于上，不以使下；所恶于下，不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不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不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不以教于左；所恶于左，不以教于右。此之谓节举之道。诗云：乐止君子，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。此之谓民之父母。诗云：解彼南山，为石岩岩。赫赫诗隐，民聚而瞻。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则为天下路矣。诗云：殷之谓丧失，克配上帝。夷坚于殷，俊命不义。道德重，则得国；失重，则失国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仁，有仁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外本内末，争民失夺。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备而出者，亦备而入；或备而入者，亦备而出。康告曰：唯命不于常。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楚书曰：楚国无以为宝，为善以为宝。就范曰：亡人无以为宝，人亲以为宝。秦氏曰：若有一个臣，断断兮，无他计，其心修修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计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厌胜，
其心好之，不至若自其口出，实能容之。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？人之有计，貌极以恶之；人之厌胜，而为之必不通，实不能容。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哉？为人人放流之，迸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。子谓为人，人为能爱人，能恶人。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夫人之性，灾必待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交泰以失之。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急，用之者疏，则财恒足矣。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人，而下不好义者也；未有好义，其事不忠者也；未有府库财，非其财者也。孟献子曰：畜马城，不察于鸡豚；伐兵之家，不畜牛羊；百城之家，不畜聚敛之臣。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道臣？子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常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，小人之始为国家，灾害并至，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。子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重读目前的文件。一、暂停。还发现有一些字念错了，有的是破音字念错了，就是电脑程式比较没有办法判断破音字。请择其善者从之，其不善者改之。心知肚明，其可用者使用吧。像吃水果也要削果皮啊，吃苹果也要削果皮啊。可以吃的才吃啊，不能吃的就不要吃啊。请择其善者从之，其不善者改之。发现这个文字有错的话，要怎么更正呢？要编辑文字，要从这个荧幕右上角3个点按进去，选编辑文字，但是应该要先找到那个要改的位置，按2下。比如说哪里发现有字错误，刚刚有发现那个 U。心广体盘啊，盼念作盘啊，胖念作盘啊，心广体盘。还有些字好像怪怪的，可能是简体字转成繁体字，有的没有转过来。见君子而后俨然。好像是俨然这个俨的字也是错的，怪怪的这个字先改，先有所优化。所谓修身在正其，要整片的没有办法只一个字子谓修身在，没有办法，那就整段吧。所谓修身，整段再点了2下。就算整段有包含在里面就好了，按右上角3个点了，进去编辑文字，然后找到那个字，再游标移到它的后面，先把它删掉，然后再修正，打字 U 呢？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啊，生于忧患时，安乐那个忧，按退出来的，然后按确定。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愤志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
子谓修身在正其心。那个小人闲居为不善呢、哈，闲那个字好像写法跟我们一般写的不一样，休闲的闲里面是一个月，这古书可能是古书用的是一个木，然后见君子而后厌人，这里怪怪的啊，可以在别台电脑查一查，然后呢再做更正的工作。见君子而后厌人，真的是那个讨厌的厌哦。见君子而后厌人，真的是讨厌的厌哦。然后偃其不善那个偃哦，原来是偃其不善那个偃啊。古字跟现在用的字不一样，古字是提手旁，然后右边上面合奏的合，下面是双实。也有直接写成那个掩饰的掩的哦。你看网络上看到了不同版本的字就不一样。比较古书的写法是那个提手旁，然后右上方是一个合奏的合，右下方是双实。现在荧幕上看到的那个掩是比较现代的写法，掩盖的掩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小人按右上角，按错了，按到那个 T 啊，按右上角3个点那边，按编辑文字，然后去找到那个字。这个小人闲居为不善嘛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人，会讨厌君子，偃其不善而助其善，助就表现显现其善，但是掩藏他的不善，不诚实不老实，就是会这样遮掩那些不善的，然后呈现那些善的。在荧幕录影的时候会被干扰了，被那个 LINE 程式干扰。LINE 刚刚那个就是 LINE 程式，据说 LINE 程式是韩国人发明的，全球下载量世界第一。不过我们在录影的时候，你看，有一些程式会跑出来干扰我们。择其善则从之吧，其不善则改之吧。见君子而后厌人，然后偃其不善，偃哦，我们要用那个古书上的字，先把它删掉。偃注音也是偃，然后从这里面去找到那个古字，我也找到了，提手旁，右上角一个合奏的合，右下部分是双实，那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双实。那个字也念作偃，偃其不善而助其善，不是念者，也不是念左，是念助，显著的助，助其善。人之事己，如见其会感染，则何益？我们那假啦，假无什么好处啊！我不要那么假了，不要那么虚假了哈，那么虚假没有什么好处。此谓诚以中行以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好了，先按右下角的退出键，按确定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小人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掩其不善而遮其善，人之事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？念的音是正确的。现在荧幕出现那个三角的有多一个红点，那再按一下的话，它会变成录音，只有录音而已哦。
那如果还有发现再改吧，请大家各自努力吧。维持原理也是怪怪的。维持原理两个字是三字旁一个严格的严，三字旁严格的严。维持原理这两个字是三字旁一个严格的严。诗云：解彼南山，为时炎炎。对，严它的古书的字是三字旁一个严格的严。严这两个字古书的字是三字旁严格的严。比如说六甲赤山岩，那个请山岩，你看三字旁严格的严，为时炎炎，赫赫诗吟，铭记而瞻。好了，再按手机右下角，不是在萤幕上是在那个手机的机体上，三角形。箭头向左，那个退出键，退到上页的意思。然后把那个输入法那个萤幕退出，然后按确定。诗云：解彼南山，为时炎炎。这样就对了。赫赫诗吟，铭记而瞻。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则为天下路矣。暂停了。在这个萤幕发现了上帝两个字，所以上帝这两个字是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早就有了，是基督教传到中国以后发现我们称呼最尊贵的神为上帝，所以他们爸爸就把那个原先的神的称呼神爱世人嘛，把神的称呼改称为叫上帝。那我们现在在一贯道的道场呢，我看也有看到上帝两个字，那个尊称上帝，尊称造物者，明明上帝，无量清虚，至尊至圣，三界十方，万灵真在。你看这里面包含了五教。包含了五教的教义所以这个道呢是宗教的根源。